喺時間去了解時間重要冇？重要。不過喺人間嘅時間點樣去搞？喺人間，人間嘅時間係咩？你了解人間嘅時間重要冇？都係重要。佢有時間，係正有歷史。時間係咩？你講係歷史。時間係咩？你講係錢，都係冇錯。時間係錢，係歷史，冇錯。你聽我，時間就係我哋政治咯，都係冇錯。時間係經濟，時間係政治，時間係社交，時間係文化，時間係神聖，都係冇錯。時間係一生人，一生人。時間唔係一世啊！你人間嘅時間，靈魂嘅時間咧就一世。我喺你嘅肉體本身一人生嘅時間，一世靈魂嘅時間，兩個時間喺你一個人入嚟，你帶住兩個時間，你帶住一個時間嚟投胎嘅咧，就行一個圈嘅，倒翻嚟嘅。你帶一個時間投胎再投胎嘅咧，你行咧並行嘅時間，離開咗就倒翻嚟，離開咗並行。你會離翻個時間，你過咗嘅咩？唔會嘅，你嚟個時間，將來嘅時間你倒翻嚟，你投胎。